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9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3篇，约伯记40章第6节到14节，42章第1节到第6节，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3节，54节到6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承认。承认并不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吼，有真侪人为着民主的问题，不但无愿意承认家己有问题，甚至搁乌白去怪别人。好，那亲像吼怪别人，家己都无毋对安尼啦吼。最近伫台湾的政坛有足侪案件吼，其中一项就是国会在野党占绝对的半多数吼。却伫这个会期的中间，乌白通过迄个税法的改变，然后就发生大问题嘛吼。甚至伫这个执政党呢，政府搁送这个副议的案的时阵，搁足无文明的方式甲伊驳回。现在发现吼，因为计算毋对，公式写毋对。实际执行也有真有困难领的嘛比英国颠倒较少。结果这种强迫来通过的在野党无愿意承认家己有问题。约伯呢，伫因的厝拄着灾难的时阵嘛一再咧抱怨，伊歹怨，所以圣经虽然讲伊是一个义人但是到落尾吼，伊小可变诚做吼。掠做家己是义人吼，自以为意安尼，真少咧检讨家己。到落尾，伊甲伊的三位好朋友一直咧辩论，伫这辩论的中间嘛，开始互伊有机会去来思考。到落尾，伊才来承认家己的不足，承认家己过去并毋捌上帝。圣经约伯记40章第6节到14节，42章第1节到第6节按记载，上主就对光烈风中间应约伯，对准备好势做一个大丈夫。我问你，你着应我吼？你是毋是否定我的裁决，指责我毋对，来证明你家己是对的？你敢是亲像上帝遐尼有力的手骨？你敢会像我发出雷隆隆吼的声？安尼就用尊荣威严来装他，用荣光尊贵做三证，就拼出你满腹的受气。看到一切骄傲的人，就互因屈家；看到一切骄傲的人，就甲因扣落来。伫歹人的地盘，甲因吞踏，就甲因做一个来待伫土地，甲因拢关伫阴间。安尼，连我嘛会承认你的亏力有够救你家己。42章第1节，约伯应上主讲：我知你逐项拢会，你计划无人会当阻挡。你问？什么人用无知的话，互我的旨意模糊无明？我确实讲家己无了解的话，着这个代志真奇妙，我无明白。请你听我要讲，我请问你，请你甲我指示。我捌听见你，但我亲目睭看到你，所以我厌恶家己坐伫仁爱甲恢复的顶面来忏悔。承认的相对平就是否认啦吼。彼得伫伊会通讲是新约中间迄个否认的上好的代表啦吼，上明显的代表。耶稣基督捌伫彼得，伊安尼咒诅讲要陪同耶稣基督，无论上刀山落油鼎，伊拢愿意啦吼。但是耶稣基督却看透伊的心，并且有言伊将来3摆否认耶稣基督是主。今仔日的经文，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3节，
54节到62节来记载这段的事实啦吼。耶稣佮讲西门，撒旦已经对上帝要求，亲像不马啊的安尼来甲伊不过有为着你祈祷互你袂失去信心，你会转转来了后，就坚固你兄弟的信心。彼得因讲主啊，我已经准备便要甲你做伙坐监，甲你做伙死。因掠耶稣伊就去大祭司的公馆，彼得离远地对耶稣。因伫厅的中央起火，为着火边做伙伫坐。彼得嘛坐伫因的中间，有一个女婢看到彼得伫火伫坐，紧甲伊上讲，这个嘛是耶稣因迄阵的人。彼得毋认讲你这个查某人，我毋捌伊。佫无偌久，另外一个人看到伊，你嘛是因迄阵的人。彼得讲，你这个人我毋是。差不多过1点钟，佫有一个人坚持讲，这个人确实得甲耶稣做伙，因为伊嘛是加利利人。毋过彼得讲，你这个人我毋知你咧讲啥。伊还咧讲的时阵，鸡随时就啼。彼得迄时主回头看彼得就想起主对伊讲的话，今仔日。假提以前，你要3摆毋认我，伊就出去外面大声低哭。是啦，基督徒应该爱真心来面对家己，爱会通来承认家己的软弱，才会当承认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是咱性命的主。诗篇73篇今仔日的经文较长，咱前2天嘛拢读过，则请咱兄弟姊妹家己来读，做伙来祈祷吼。感谢上帝主耶稣基督赏赐阮，为着阮来牺牲性命，互阮会通所有愿意相信的人，通得到救恩以及这个永远的活命。求主帮助阮来愿意谦卑，愿意承认家己的软弱甲不足。会通坚定的心来靠主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